李浩然議員，多謝代主席，亦都多謝陳恒鑌議員咧提出今日呢個嘅困擾咗好多香港家庭一個老大難嘅樓宇滲水問題嘅。其實我手頭咧都跟蹤緊有2個咁樣嘅投訴個案。第一個咧係點樣咧？就係確定咗係樓上咧就漏水，咁亦都出咗信話要求佢去跟進啦。咁但係樓上嗰個單位咧就唔跟進，咁亦都咁啱咧，原來呢戶人咧就長期唔喺香港，咁事件咧又因為唔喺香港唔用水啦，咁唔再漏水，咁但係不了了之。但係其實嗰個本身滲漏嘅所出現嘅原因係冇解決過嘅，咁唔跟進，咁到最後點樣咧？就係去到一定嘅年限，7年之後咧就 close file 啦，咁事件咧就不了了之咁樣。另一個咧就係一個受害人咧，佢就亦都揾咗滲水辦嚟做完嗰個檢查。咁亦都確認咗嗰個責任誰屬。咁但係咧就因為原來咧呢個滲水辦嘅報告係冇法律效力，咁所以去到司法程序嘅時候咧，佢儘管係受害者，仍然都係輸咗個官司咁樣。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頭先都聽到啦，好多同事啊，其實都對呢個問題做咗好多分析，亦都從唔同嘅角度咧就俾咗好多嘅建議。咁我咧就會從另一個角度，就係滲水辦啊呢個負責協調嘅一個部門咧，政府嘅部門咧，佢因為佢嘅檢查嘅結果其實係冇一個具體嘅法律效力，而導致問題咧可能被拖延咧，咁市民咧有苦無路訴嘅呢個方向咧做一啲討論。事實上咧，呢個亦都係一個核心問題嚟嘅，就係因為滲水辦嘅角色咧，本來應該咧係調查滲水源頭嘅一個權威嘅機構，但係咧根據現行嘅法律咧，即係佢嘅通過專業儀器檢測出嚟滲水嘅原因咧，佢嘅報告亦都冇辦法咧成為直接可以作為一個法律嘅證據，用於強制責任方維修或者係承擔費用。呢個漏洞咧導致咗好多嘅責任方，無論嗰個係業主啦、租戶啦，又係物業管理公司咧，對滲水嘅調查結果咧係可以置之不理，甚至係拒絕配合。咁對市民嚟講，又意味住啲乜嘢咧？當然咧，就係問題係拖延議而不決啦。一個簡單嘅滲水問題咧，可能因為責任方推卸而拖延咗數年，甚至係更長嘅時間。好似我頭先所講嘅第一個我接受亦都跟蹤緊嘅投訴嘅個案啦。何俊賢議員頭先就提到咧一啲嘅三無大廈，但係事實上咧我跟蹤接受嘅呢個投訴個案係發生喺一個紅磡嘅私人屋苑海逸豪苑嗰度發生嘅。咁受影響嘅家庭咧，每一日咧都係因為你太長時間啦，又要擺水桶，又要日日經常咧就嚟去做一啲嘅係對啲水要加顏色去做檢查啊，擺晒水桶陣啊，成日要翻嚟安排時間去做個檢查啊，咁都唔講話對樓宇、對電器、對健康嘅影響。本身呢個咧就對為嗰個受害人咧帶嚟好繁複嘅一啲生活嘅影響。除此之外咧就係呢個維權成本亦都好高昂嘅。市民如果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咧，就必須要自行咧去聘請專業人士咧出具法律效力嘅報告。但係呢啲報告咧本身咧喐唔喐下就已經係講緊幾多萬元啦。對普通嘅家庭嚟講咧，亦都係好沉重。我跟進嘅另一個個案咧，就係因為咁樣喺司法程序上邊咧，佢總共前後咧花咗20幾萬，問題都仍然係未解決嘅。最後咧，因為呢啲嘅種種情況咁拖延咧，社會嘅矛盾就會因而加劇，鄰里之間滲水問題爭執不休，互相嘅信任破裂啦，社區嘅和諧咧，亦都係被影響咗，演變咧成咗一個社會嘅問題。事實上咧，我哋應該從制度同埋技術兩方面咧一齊雙管齊下做一啲嘅改善同埋解決嘅。首先第一啦，我哋應該賦予滲水辦報告法律嘅效力。政府應該咧就係盡快修訂相關嘅條例咧，將滲水辦嘅調查報告成為民事或者仲裁程序當中法定嘅證據。咁樣一來咧，責任方咧將無法咧係逃避責任，市民咧亦都無需要再承擔高昂嘅私人檢測嘅費用。第二咧就係簡化糾紛解決嘅機制，可以參考一啲小額錢債法庭嘅模式咧，設立一個專門嘅處理滲水嘅解決嘅快速通道，由專業嘅仲裁員根據滲水辦嘅報告咧，係快速咁仲裁咧，降低市民嘅時間同埋金錢嘅成本。最後咧就係加強預防同埋技術嘅支援啦，政府可以加大特別係對呢啲老舊嘅樓宇維修嘅支持力度啦，並係推展一啲防水滲水嘅技術，同時引入更加先進嘅檢測設備嘅。
呢個問題看似係小事啊，但係我哋睇到咁多同事原來手頭都有唔同嘅個案去跟進，就可以睇到咧，其實係嚴重嘅。同時間咧，通過頭先所講嘅檢測報告嘅有名有實咧，去改善咧，其實係一個方法。主席謹此陳辭。